你估唔到，舊年馬尼庫爾站極速最快嘅車上唔到頒獎台，305公里時速，一剎車踩到盡，降到64，就幾秒鐘。我講多一次，305到64，你哋感受下呢個數字落差。你喺高速公路開120都覺得快啦，呢啲車手係喺300公里嘅速度之下，喺一個彎道之前，硬生生將架車扯到幾乎靜止，嗰種減速度。人體承受嘅 G 力，普通人可能連一圈都頂唔順。呢個就係馬尼庫爾全年 WSBK 賽程入面直道最短嘅賽道之一，亦都係剎車最攞命嘅地方。17個彎，得一個地方可以俾你踩油踩到盡超過2秒，就係咁嘅條件。邊個可以喺呢種地方活着走出嚟，邊個先有資格講優勢。休賽期啱啱結束，戰火就嚟點着，但你要知道。喺呢條全長4.411公里、塞咗17個彎道嘅賽道上面，車手每圈要成9次，將時速由200幾公里瞬間扯到落60-70剎，車皮溫度根本降唔到落嚟。車手嘅手腕要承受幾百公斤嘅反衝力，呢個唔係比賽，呢個係用肉身同物理定律對賭。所以問題嚟啦，一條差唔多冇長直道嘅賽道，對一部俾人閹割咗動力嘅車嚟講，到底係救星定陷阱？我嘅判斷係救星，但前提係你要頂得住剎車區嘅折磨，頂唔住講咩都冇用。我哋今日就掰開揉碎講清楚，點解呢條賽道係800-2嘅天然主場？嗰7公斤嘅波北枷鎖又會喺邊一秒攞佢哋命？仲有嗰個手腕受過重傷嘅車手，點解呢站可能係佢最後一次着住張雪機車嘅皮爾斯先講？馬尼庫爾位於法國中部。係一條標準嘅國際賽車場，4.411公里，順時針佈局，17個彎，9個右彎，8個左彎，望落就係一條普普通通嘅賽道，但佢嘅脾性全世界車手都驚。呢條賽道最核心嘅特質得一件事短，佢得一段250米嘅終點直道，全年 WSBK 賽程入面，呢個係直道距離最短嘅賽道之一。你冇聽錯，250米。其他賽道你喺直道上面仲可以唞下氣效剎車平衡，望儀表板。喺馬尼庫爾你啱啱踩油踩到盡，即刻就要準備一腳重剎踩到盡。馬尼庫爾呢條賽道喺 WSBK 嘅歷史上面都算老字號，由上90年代開始佢就一直係世界級摩托車賽事嘅常駐場地。幾十年嚟，無數車手喺呢條賽道上面留低過名，亦都留低過意外。佢嘅阿德萊德灣之所以出名，就係因為咁多年落嚟喺呢個灣度炒過嘅世界冠軍，2隻手都數唔晒。每一個嚟到呢度嘅車手入灣之前，腦海入面閃過嘅第一個念頭，唔係我要跑幾快，而係我今日可唔可以完整咁走出去。放眼成條賽道最標誌性嘅點位就係5號灣阿德萊德灣，車手到呢個灣道之前，時速可以去到接近305公里入彎，嗰一剎那你一定要急劇剎車，車速直接跌到落64公里。305到64就係短短幾秒鐘之間嘅事，由極速到幾乎靜止。嗰種巨大嘅制動負荷對剎車系統散熱效率、車架穩定性都係毀滅性嘅考驗。你哋想象下，你喺高速公路開200公里，然後前面突然出現一個收費站。你要喺幾秒之內將架車踩停，而且呢種事一圈要做9次。根據布雷博嘅技術分析，馬尼庫爾每圈設有9個制動區，制動時間佔成圈比例嘅28%。多靈頓公園係31%，比馬尼庫爾仲要高啲。但馬尼庫爾最陰濕嘅地方係佢嘅制動區太密啦。多靈頓起碼仲有長直道俾剎車系統降溫。馬尼庫爾嗰啲制動區一個接一個剎車皮，由頭熱到尾，完全冇涼嘅機會。剎車皮溫度不斷攀升，到咗比賽最後幾圈，爭嘅根本唔係邊個油門擰得大，而係邊個仲揸得住個剎車。呢條賽道喺行內有個花名叫剎車區地獄，對車手嘅體能反應同判斷力要求都高到離譜。除咗阿德萊德灣呢個標誌性彎道之外，馬尼庫爾仲有一點值得講，路面平整度好高，對比其他顛簸賽道，佢嘅輪胎磨損壓力相對溫和，但溫和唔代表輕鬆。賽道分佈住大量手爪彎同連續組合彎，對車手走線精度嘅要求近乎苛刻，只要其中一個彎道走線有偏差，後面一連串彎道都會丟失，行駛節奏直接拉開圈速差距。綜合賽道所有特徵可以得出一個清楚嘅結論。
係馬尼庫爾賽車尾速上限唔係決定勝負嘅核心要素，低速彎出彎爆發力、拎中段加速嘅持續輸出能力先係車手拉開差距嘅關鍵。邊個可以更早完成彎心開油，出彎之後提速更快，邊個就可以喺短速嘅直道末端建立速度優勢。呢種賽道環境會將唔同品牌賽車之間動力特性嘅差異無限放大，而呢個恰恰為張雪機車820賽車提供咗絕佳嘅發揮舞台。我哋要講清楚，820呢部車搭載嘅係自然嘅819cc 直列三缸引擎。呢部機嘅核心賣點就係低扭充沛，中段加速持續性強。我形容佢係混血兒，有四缸機嘅高轉潛力，又有雙缸機嘅低扭猛勁。四缸機嘅高轉延展性好，但低扭偏遠；雙缸機低扭暴力，但高轉後勁唔夠。三缸機啱啱卡喺中間，兩頭都掂。喺馬尼庫爾呢種賽道，出彎加速能力就係制勝關鍵，而三缸引擎嘅低扭優勢可以發揮到極致。具體嚟講就係出彎開油嗰一下，三缸機嘅扭力響應比四缸機來得更快，對手仲等緊轉速爬升到發力區間，820已經飆咗出去。喺短直道為主嘅佈局之下，呢個優勢會被進一步放大。前幾站比賽已經睇得好清楚，820喺彎道出口到直道中段嘅加速銜接非常迅猛。再配上整車桿重只有168公斤，喺同級別入面有非常明顯嘅馬力重量比優勢。喺波爾蒂芒嗰種彎多直道短嘅賽道上面，張雪機車淨係用三缸機中低轉扭力強、車身輕嘅上等馬去對陣四缸機極速高但彎道慣性大嘅中等馬，揚長避短。然後係車手德比斯係法國人，呢站係主場作賽。佢對馬尼庫爾賽道有豐富嘅參賽同測試經驗，每一處走線同剎車點位都了如指掌。更重要嘅係德比斯本身嘅駕駛風格同呢條賽道高度適配。佢向來以走線精準油門控制細膩見稱，擅長發掘低速彎入面輪胎嘅抓地力極限。而馬尼庫爾大量連續組合彎，恰恰需要呢種駕駛技術。再加埋德比斯長年征戰 WSBK 累積嘅前鬥經驗，喺呢條超車點位稀缺嘅賽道，佢既可以穩固守住排位，亦都可以敏銳捕捉對手失誤，完成關鍵超車。仲有一個細節值得留意，有媒體跑過今季嘅數據，德比斯呢部車存在一個明顯嘅黃金溫度區間，氣溫20到25攝氏度，賽道溫度45攝氏度以下，乾地正賽全勝。葡萄牙、匈牙利、捷克三站冠軍都係喺呢個區間攞到，但只要氣溫超過26攝氏度，賽道超過46攝氏度，平均完賽名次直接跌到第5以外。法國站9月初開賽，當地氣溫預計20度出頭，啱啱落入呢個舒適區，天時地利，望落樣樣齊。德比斯自己都講過，多靈頓係佢個人嘅困難賽道，職業生涯從來未試過喺嗰度上頒獎台。走線節奏喺高速起伏彎一直未揾到最優解，而馬尼庫爾嘅多慢速彎佈局對節奏感強嘅車手更加友好。呢個恰恰係德比斯嘅強項。講到德比斯嘅職業生涯，其實幾得意。佢喺 WSBK 打滾咗咁多年，同好多頂級車手唔一樣嘅地方係佢唔係嗰種靠天賦硬食嘅類型。佢每一圈、每一個剎車點、每一條走線都係靠大量嘅測試同數據堆出嚟。呢種工程師型嘅車手喺直道為主嘅賽道上面往往蝕底，因為馬力唔夠就係唔夠。但喺馬尼庫爾呢種考驗精度同節奏嘅賽道，佢嘅價值就會被成倍放大。天時地利人和，聽落呢站820穩陣啦。但如果故事咁簡單，我就唔使專門做呢期視頻啦。賽會唔係盲嘅，張雪機車由葡萄牙站開始一路攞咗6座分站冠軍，跑得太快啦。快到你去到一個中國品牌喺歐洲人嘅主場將人哋百年老廠打到抬唔起頭，然後賽會嘅平衡機制就嚟啦。Bob 全稱 Balance of Performance， 即係性能平衡機制。呢套規則嘅核心目的係縮細唔同廠商賽車之間嘅先天性能差距，透過增重限轉、調燃油流量、進氣口徑呢啲參數，將性能強行拉返一個可接受嘅競爭區間。我同你哋拆解下呢套規則到底點樣運作。B 巴唔係賽會一時興起，隨便俾每部車加幾公斤，佢背後有一套數據採集系統支撐住。
賽會喺每一站嘅自由練習排位賽同正賽當中，會採集每部賽車嘅直線、尾速彎心最低速出彎加速度、單圈時間波動呢啲核心指標。每3個分站之後，賽事技術委員會會將這些數據匯總做所謂嘅性能平衡校準。如果你係某一站表現最突出嗰部車，你就會俾人校準好聽。叫校準難聽就係挨刀。張雪機車820 RRRS 由荷蘭站開始告別咗新手保護期，被賽事官方施以咗被稱為性能平衡規則嘅最嚴厲限制組合，整車強制增重7公斤，動力被削減5%，節氣門開度被限制喺85%。呢套組合拳被業內稱為頂格處罰。7公斤係咩概念？相當於賽車無時無刻背住14支礦泉水跑，直接後果就係過彎慣性增大。剎車損耗加劇，輪胎磨損速度肉眼可見咁飆升，節氣門鎖到85%，就算車手油門擰到盡，引擎都攞唔到完整進氣，峰值動力被削減，直到尾速對比對手差距拉大到10至15公里每小時。自從葡萄牙站出現接近4秒嘅巨大領先優勢之後，張雪820 RRRS 直接觸發 BO 調整閾值。迎來咗頂格限制多靈頓嗰場，我喺度睇直播，德比斯跑出全場最快圈嗰陣，我差啲叫出嚟，結果衝線一望第8，嗰種感覺就似你考試寫咗篇滿分作文，老師話你啲字太醜，扣20分一步，跑得出全場最快單圈嘅賽車，但上唔到頒獎台，呢個就係波皮索死後嘅殘酷現實。你能喺彎道食住對手，對手就能喺直道上邊連本帶利嘔翻出嚟。呢個就係賽車圈最魔幻嘅地方，你贏咗賽會就平衡你6座冠軍換來嘅係一套頂格處罰，你覺得公平咩？評論區傾住先，我繼續講。關於 Bob 嘅爭議，其實喺圍場入面已經嘈咗好耐。支持嘅人話冇 Bob 嘅話，有錢有技術嘅大廠會細車隊完全甩開，比賽會變得毫無懸念。反對嘅人話 BOP 本質上係懲罰優秀。你做得好，俾人劈得越狠，咁邊個仲有動力去研發更好嘅賽車？張雪機車唔係第一個俾人咁平衡嘅，雅馬哈幾年前奪冠之後都俾人加過配重，杜卡迪都俾人限制過進氣，但張雪機車嘅情況特殊喺邊度？特殊在佢係一個新品牌，啱啱冒頭就俾人劈到入骨。有消息話圍場入面甚至有多支車隊聯名向賽會提出申請，要求對張雪機車施加更嚴厲嘅限制。雖然呢項申請最終比賽會駁回，但呢個本身已經說明咗一件事：張雪機車跑得實在太快，快到了令所有人都坐唔住嘅程度。但現實就係現實，嚟到法國馬尼庫爾站，成套限制規則唔會全部取消，7公斤整車配重增加85%，節氣門開道約束2項核心限制都會完整保留。賽車先天然動力上限輕量化層面存在嘅短板依然無法歸避。多靈頓站已經睇得好清楚，曾經可以爭奪桿位，企上最高頒獎台嘅賽車排位攞到第7，兩回合正賽只攞到第8名、第10名德比斯，就算拼盡走線同剎車技巧彎道，仲可以咬住集團，但一入場直道就會比歐美日系賽車逐步拉開差距。創始人張雪都公開發過聲，希望賽會可以重新評估 BOP 參數，給予更加公平嘅競爭環境。但現實係馬尼庫爾站嘅標枷鎖依然存在。正如有評論所講，人哋喺賽道上邊拼空氣動力學，820喺賽道上面背住沙包跑馬拉松，馬尼庫爾偏偏又係一條極其殘忍嘅賽道，長直道連接住連續重剎區。呢個對被 Bob 閹割咗尾速嘅賽車嚟講，簡直係量身定做嘅刑具。直線俾罪手生食，就只可以靠彎道攞命去填，而且場外嘅仗都唔消停。今年4月，網上傳出消息，話國內頭部機車品牌向代理商落咗通知，唔准做張雪機車嘅售後。消息一出，成個摩托車圈炸咗，但隨後被點名嘅品牌公開發布咗澄清聲明，話從未以任何人士針對張雪機車實施供應鏈封鎖或經銷商圍剿。呢件事到而家都冇定論，有人信，有人唔信。但有一點係確定嘅，一個成立得2年嘅品牌，能夠喺歐洲人嘅主場攞到6座分站冠軍，令到嗰啲霸住市場幾10年嘅老大哥坐唔住。呢個本身已經說明咗一切。呢個已經唔止一場分站賽啦，呢個係江湖地位之爭。好。
翻到賽道本身，基於波北限制持續生效嘅前提，車隊唔可以直接照搬多靈頓嗰套極端衝刺調校。多靈頓站嘅戰術屬於開局豪賭，靠極限單圈速度爭取突圍機會，代價就係犧牲後半程行駛穩定性。德比斯喺多靈頓第二回合起步跌咗好幾個位，由發車就開始被動追，成場都冇回過氣。第一回合佢只攞到第8車隊連夜調過動力輸出。第二回合起步都係跌位，比賽嘅容錯率低到離譜。德比斯賽後自己都講，賽道上面起伏嗰幾段駕車嘅平衡點一直未揾到。第二回合佢跑出1分28秒850嘅全場最快圈速，比奪冠嘅本土車手仲快咗半秒有多，但最終只攞到第8名同第10名多靈頓嘅坑，呢站絕對唔踩第二次點樣避。換一套玩法，重新梳理馬尼庫爾賽道嘅基礎屬性。賽道全長約4.4公里，17個彎道，只有一段短終點直道，全程遍佈低速髮夾彎，9個高頻重剎車區域。直線競速喺成場比賽入面佔比極低，有分析指出馬尼庫爾嘅直道佔比只有5.7%。呢種環境啱啱好契合三缸賽車低扭充足嘅先天優勢。同多靈頓賽道地勢起伏大，輪胎消耗劇烈嘅路況有本質分別，結合賽道屬性再加埋尚未解除嘅波約束，車隊今次大概率會選用兼顧超車能力、長距離行駛穩定性嘅折中混戰調校。簡單講就係令衝刺調校同均衡調校兩套方案嘅中間參數。唔再單純追求單圈極限速度，冇底線犧牲輪胎耐久性能。具體調校細節上面，工程師會適度縮細前輪副傾角小幅，調高冷胎壓縮值，優化成套散熱系統，將懸掛阻尼調整到中段柔和區間，同時修改車輛電控程序，弱化低轉速區間暴力輸出扭力，以此降低出彎打滑造成嘅輪胎磨損。剎車配比調整為中性設置，緩解前輪長時間制動帶來嘅高溫損耗，即係點唔再追求單圈擦子啦。聽落好似變保守咗，但目的好明確，保證20圈正賽，圈速波動唔好太大。我唔同你拼開局，我用穩定嘅長距離節奏喺低速彎入面一個一個食住。你輪胎策略係呢站另一個關鍵變量。馬尼庫爾雖然路面平整，但低速彎多，即係輪胎嘅側向負荷都唔細。前輪喺連續重剎同彎中轉向嘅交替作用之下，胎面溫度會反覆劇烈波動，後輪就要喺頻繁嘅出彎開油入面承受巨大嘅驅動力。如果調校偏向衝刺，軟胎可能10個圈之後就開始大幅衰減，但如果調校偏向均衡用硬胎起跑嘅話，前半程可能會俾軟胎車手拉開差距。車隊需要喺星期5練習賽嘅數據入面揾到一個最優解，呢個解唔係固定嘅，會隨着賽道溫度、風速甚至雲層厚度嘅變化而偏移。呢套全新調校方案承載住兩大核心戰術目標：第一，依託充足嘅低速彎出、彎加速能力，喺車陣當中平穩完成超車，唔需要複刻多靈頓站全程極限走線、過度消耗輪胎嘅比賽方式。第二，依靠更加均勻可控嘅輪胎磨損特性，保障20圈正賽全程圈速波動維持喺合理區間。就算比賽中途短暫陷入中游車手嘅前鬥集團，賽車都唔會喺後半程出現速度大幅下跌、名次接連滑落嘅情況。與此同時，車隊依然保留靈活調整嘅空間。如果星期5練習賽實測之後發現賽車單圈速度存在明顯差距，工程師會小幅度下調胎壓微調。傾角參數輕微偏向衝刺取向調整，但調整存在明確底線，絕對唔會複刻多靈頓嘅極端設定。成套調校優先保障完整正賽賽程嘅耐久上限。可以話法國馬尼庫爾站嘅突圍思路同上站多靈頓完全相反。多靈頓係靠極限單圈速度爭取突圍機會，而馬尼庫爾就係以全程穩定發揮作為基礎。但技術升級從來唔只係靠胎壓傾角咁簡單。長達2個月嘅休賽期，對其他人嚟講係唞氣，對張雪機車嚟講就係另一場戰役嘅起點。多靈頓站嗰場仗，張雪機車打得漂亮，亦都打咗底牌出嚟。德比斯喺嗰個剎車盤溫度根本降唔到落嚟嘅煉獄入面，跑出全場最快圈速，成立2年嘅品牌，同雅馬哈杜卡迪呢啲百年老店喺同一個賽道廝殺。
將最快圈速揸喺手，呢個本身已經說明賽車嘅極限速度已經可以將在場所有對手按喺地下摩擦。但最快圈速唔等於冠軍。德比斯賽後講得好直接，雖然第10名嘅成績唔太理想，但我對今日嘅比賽比琴日更滿意，因為佢知道散熱調校、輪胎策略、賽道適應呢啲係要一場一場比賽餵出嚟嘅經驗。休賽期就係用嚟補呢一課嘅工程師團隊，聚焦嘅核心係散熱電控同輪胎管理3大領域。多靈頓賽道剎車供應商布雷博俾咗最高5分嘅難度評級，散熱時間得幾秒，剎車盤溫度根本降唔到落嚟，制動手感變軟，入彎穩定性直線下降，輪胎磨損得好快，有效圈數比其他賽道短2至3圈，呢啲痛點每一個都指向硬核嘅技術攻關。由今季數據睇，德比斯呢部車存在明顯嘅熱衰問題。一旦進入大集團入面，散熱器級嘅全部都係熱氣，功率直線下降。呢個就係惡性循環，一步慢，步步慢。一旦熱衰，無法控制輪胎溫度、剎車狀態、引擎工作區間都可能逐步偏移。休賽期公關清單上面寫住散熱風道後搖臂、剛性起步、控制系統3項核心任務。散熱系統優化屬於中低難度改進，風道幾何調整、散熱器佈局微調，3個星期時間足夠完成仿真測試同賽道驗證。此前嘅比賽入面，車隊已經喺散熱器周邊加裝咗定制化導風板，透過氣流動力學設計將冷空氣定向導入散熱器，同時阻斷熱廢氣回流。主散熱器面積擴大15%。採用高度熱鋁合泵加陶瓷塗層工藝，宣稱散熱效率提升30%。我同你哋拆解下散熱呢件事有幾關鍵。摩托車同汽車唔一樣，汽車有封閉嘅引擎艙同專門嘅風道設計，摩托車引擎基本上係裸露嘅，散熱全靠撞風。但撞風有個問題，如果你跟前車跟得太貼，你吸嘅全部係前車排出嚟嘅熱風，溫度直接比你單跑嘅時候高10幾20度。喺大集團入面混戰嘅時候，呢種熱衰效應會被成倍放大，引擎功率下降，動力響應變慢，轉波時機唔準，一圈可能只慢0點幾秒，但20圈累積落嚟就係1秒多嘅差距。1秒多喺馬尼庫爾呢種賽道，可能就係4個排位名次嘅差距。後搖臂剛性同起步控制難度就上咗一個台階，碳纖維部件替換，局部加強筋，設計依賴供應商嘅反應速度。屬於中高難度攻關，起步控制系統嘅軟件邏輯優化可以喺台架上面反覆跑，但賽道驗證嘅時間窗口得3個星期。歷史上國際頂級賽事入面，車隊喺下休期後透過懸掛調校電控系統升級扭轉劣勢嘅例子唔少見。關鍵唔在於改咗幾多，而在於改嘅係唔係核心短板。如果只係常規優化，法國站可能只係小幅回暖。但如果3個星期內可以將散熱、起步、後搖臂呢3個方向嘅關鍵問題啃得落嚟，馬尼庫爾就有機會成為真正嘅轉折點。呢啲嘢可唔可以轉化為圈速優勢？要等到星期5練習賽先知。但至少說明一件事，呢支隊伍唔係嚟混嘅。張雪機車意大利運營負責人透露過，團隊終於有時間專注技術細節。希望喺最後4場比賽可以提升5%嘅成績。5%聽落唔多，但喺一圈剎車點4個要重剎直線，連500米都唔夠嘅賽道上面，呢個5%可能就係打入前3嘅入場券。德比斯係呢站嘅主角，但我要講嘅係呢站有個人可能比德比斯更值得你關注。比賽車更令人抽心嘅係嗰個坐喺車上嘅男人。佢叫費德里科卡里卡蘇洛張雪機車64號車手，呢個可能係佢喺張雪車隊嘅最後一站。老闆張雪嘅話早就講咗，下半年一定要出成績，成績好就續約，否則唔排除簽新人。呢個唔係第一次傳出換人風聲。英國站排位賽炒車後，海外車迷同國內賽事圈都喺度議論，如果後續成績持續低迷，季尾張雪車隊存在更換車手嘅可能性。比合約更殘酷嘅係佢嘅身體。卡里卡蘇洛嘅右手腕受過嚴重舊患。據公開報道，佢曾經喺2021年因高速炒車導致右手肘腕骨折同神經損傷，手術治療後缺席咗大半年。2025年菲利普島季前測試中，佢以170公里時速高拋炒車，
右手腕救運位置再次裂開，佢而家右手嘅握力同剎車精準度都受到影響。你哋想象得到嗎？入彎前嘅重剎減速度高達1.5個 G， 每一次剎車，右手腕要承受幾百公斤級嘅反覆衝擊，神經傳導嗰0點幾秒嘅延遲就係佢入彎同炒車嘅分界線，喺一條對剎車系統要求排喺全季前3嘅賽道上面。一個揸剎車都咁吃力嘅車手，每一圈都係同自己嘅身體對賭。卡里卡蘇洛喺張雪機車嘅定位從來都唔係爭冠手，佢嘅任務係極限探路，將懸掛校到比安全極限仲要遠。胎壓到接近爆胎嘅邊緣，牽引力控制視痛適度剩低最後一層保護。佢係為車隊積累極限數據，用自己嘅身體去試探賽車嘅邊界。其實卡里卡蘇洛以前都有過高光時刻。佢係1996年出世嘅意大利車手，2019年曾經攞過 World SSP 嘅年度亞軍，職業生涯累計163場賽事，經驗7個分站冠軍，13個桿位，35次頒獎台。佢從來唔係嗰種天才型嘅車手，但佢屬於嗰種你俾部好車佢就可以穩定攞分嘅類型。可惜傷病呢樣嘢喺賽車圈係最唔講道理嘅。你可以校懸掛、換輪胎、改電控，但冇辦法換一隻手腕。一個連正常握力都恢復唔到嘅車手，喺圍場入面嘅生存空間只會越嚟越窄。但馬尼富爾都藏住機會，呢條賽道多慢速彎，對節奏感強嘅車手更加友好。如果卡里卡蘇洛可以喺彎道入面揾翻信心，用精準嘅走線彌補直道速度同剎車力嘅不足，話唔定可以跑出啲唔一樣嘅嘢。問題係佢仲有冇時間準備？下休期入面，佢有冇針對馬尼富爾做專項訓練？有冇喺模擬器上面反覆跑阿德萊德灣嘅剎車點？呢啲答案要到9月4日先揭曉。所以我呢站嘅期望係，我唔只想睇820可唔可以上頒獎台，仲想睇卡里卡蘇洛可唔可以完成比賽。一個喺職業生涯懸崖邊上嘅車手，一隻受過重傷嘅右手，同一部背住7公斤枷鎖嘅賽車，呢3樣嘢疊埋一齊，到底係悲情定係奇蹟？你哋話呢？好，最後我哋將視角拉高，法國馬尼富爾站係下休期後首站賽事，對張雪機車車隊嚟講兼具雙重意義，既係休賽期升級成果嘅驗收測試，亦都係調整戰術思路、摸索不同賽道適配方案嘅關鍵一戰。WSBK 賽季剩返6站，每條賽道嘅 DNA 都截然不同。對被 B-Up 規則限制嘅張雪820嚟講，跟住落嚟每一寸柏油路都係一塊鏡。有啲賽道係彎道天堂，可以俾你將劣勢收埋喺傾角入面；有啲就係直道地獄，會將你嘅尾速短板釘喺成績單上面。拆開剩餘6站嘅賽道地圖，你會發現呢個係一場精心設計嘅修羅場式賽程。彎道賽、直道賽、混合賽交替出現，完全冇唞氣嘅空間。法國馬尼富爾係彎道優勢，意大利克雷莫納係直道劣勢，葡萄牙埃斯托里爾係混合。西班牙克雷斯係彎道優勢，彎道賽同直道賽交替出現，冇連續2站完全相同嘅賽道類型，即係話張雪車隊每站都要切換戰術思路，冇任何一招鮮嘅餘地。如果要為剩餘6站畫一張搶分路線圖，馬尼富爾同克雷斯一定要用紅筆重重圈出嚟。呢2條彎道主導型賽道係820一定要攞落嚟嘅天堂級賽道。如果彎道優勢賽道都攞唔落後面，克雷莫納嗰種直道地獄就更加難打。仲有一個唔可以忽略嘅因素，對手都喺度升級。雅馬哈同杜卡迪喺下休期同樣冇偷懶，佢哋有更龐大嘅工程師團隊、更充足嘅預算、更成熟嘅供應鏈體系。張雪機車喺進步，對手同樣喺進步，而且對手唔需要背住7公斤嘅配重跑，呢個就係差距所在。你用85%嘅節氣門跑，對手係100%全開，你負重前行，對手輕裝衝刺。但體育比賽嘅魅力就係紙面實力，從來唔等於比賽結果。只要賽道上面有彎道，只要剎車區仲喺度，就有翻盤嘅可能。積分格局方面，英國多靈頓站之後，德比斯以209分排喺車手積分榜第2位，落後榜首阿雷納斯82分。張雪機車喺製造商積分榜上面以211分排第3。
雅馬哈同杜卡迪分別以320分同279分排喺頭兩位82分。喺 WSBK 嘅積分體系入面係咩概念？大約就係3到4場分站冠軍嘅差距，理論上仲有得追。但前提係張雪機車一定要喺每一條彎道優勢賽道都攞滿分，同時喺直道劣勢賽道盡量收窄損失。呢種容錯空間幾乎為零嘅追分節奏，對車隊車手賽車嘅穩定性都提出咗極高嘅要求。馬尼庫爾呢一戰既係對下休期散熱風度、後搖臂剛性、起步控制系統3大升級方向嘅實戰檢驗，亦都係車隊由多靈頓嘅開局豪賭轉向全程穩定戰術思路嘅首次實戰演練。張雪機車由葡萄牙雙冠到而家已經證明呢台三缸嘅底子係真材實料。但散熱起步後搖臂呢3個方向嘅預研方案，可唔可以快速轉化為賽道上面嘅圈速優勢？只有喺馬尼庫爾嘅連續低速彎入面先可以得到答案。但我想講嘅係，一個中國品牌喺歐洲人嘅主場帶住 Bob 嘅枷鎖，背住7公斤嘅配重，喺呢條剎車區地獄般嘅賽道上邊，同嗰啲百年老廠正面硬撼，呢個畫面本身已經喺度書寫歷史。馬尼庫爾嘅呢幾場比賽就係820嘅煉獄，背住配重跑，頂住高溫跑，喺輪胎瀕臨崩潰嘅邊緣跑，每一個被折磨出嚟嘅長距離數據，每一次熱衰減嘅臨界點記錄，都係呢台國產機車撕開歐洲技術壁壘嘅子彈。等到正賽明燈起跑，連續低速彎道之間，3缸引擎嘅轟鳴將會響徹馬尼庫爾賽道。好多機車愛好者始終關注住國產賽車走向國際頂級賽事嘅每一步，大家期待見到820可以持續突破自我，不斷刷新最好成績。馬尼庫爾作為820一定要攞落嚟嘅彎道天堂，佢嘅比賽結果將直接影響車隊下半季嘅積分走勢同爭冠格局。張雪機車可唔可以喺馬尼庫爾賽道再次企上頒獎台？我哋只能夠等到9月4日至6日嘅比賽去揭曉答案。但無論如何，一個中國品牌喺歐洲人嘅主場，帶住 Bob 嘅枷鎖，背住7公斤嘅配重，喺剎車區地獄般嘅賽道上面，同世界百年老牌廠商正面對抗。呢件事本身已經喺度書寫屬於國產機車全新嘅賽場紀錄。呢站之後 WSBK 剩返5站。留俾張雪機車嘅時間同容錯空間都喺度倒數緊，等到9月4號正賽明燈熄滅，嗰台紅藍塗裝嘅820到底頂到幾耐？德比斯可唔可以喺屋企門口再次企上頒獎台？卡里卡蘇洛可唔可以用嗰隻雙手跑完最後一舞？將你哋嘅預測留喺評論區。覺得820呢站可以入前3嘅打1，覺得 Bob 限制太狠，頂唔住嘅打2。覺得卡里卡蘇洛可以完成比賽嘅打3，我哋星期5練習賽見分曉，下期見。